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听众朋友啊，恁即马听到的拢是普通的开始。录节目啊，较认真的哦。我一直都真认真，好无？我真还蛮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要卖药啊？那有听众朋友听看卖，咱两个朋友是都是安怎讲话？一下有人讲咱讲话讲伤紧，一下有人讲话讲伤慢。顶一集咱就是听到节目就甲伊切掉，无甲恁预告嘛，无甲恁安怎，就是阮决定讲，阮要用一个新的方式，想到啥就做啥。那你个用投诉？你敢确定主管袂讲话？伊可能也袂听到阮家啥啦。到时阵伊若听到这段的时阵嘛，应该没有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顶礼拜吼，雄雄就甲恁切断，就是甲恁声啦，互恁声讲到恁足想要听后一集到底是咧讲啥啦。啊，真正就是咱就是开讲用一个趣味的方式，互大家知影一寡就是咱平常时身躯边的代志嘛，是咱当初是节目的初衷，是感谢你念初衷，嘿，初中本心啦，好不好？本心啦，找到家己的本心较要紧啦。所以吼，阮做节目有定时会去用讲话，还是有定时去用讲啥？奇怪，这敢是咱3月小妈做的主题？那用变安尼？开场那用变安尼？我毋知你到底想要讲啥。这可能就是咱要去行妈祖进前的时阵，迄种叫什么有感而发啦。有感而发，用安尼，我要去参会啦，我会去参会。伫咧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会好思考我家己。好啦，今日啊，几场啊？好，做啥？呼，要开场啊？对啊，无咧，我会加入，我甲这加入去哦。你看伊就是上班无上班，录音毋录音。你看伊个点，毋知创啥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无？你扫啥？你来扫干呢？我头脑都在扫一下。哦，安尼个扫一个，这会使甲你加落去 NG 啦，互大家听者。听众朋友，恁若有啥物建议嘛？当就是老话甲阮讲啊，都无人要甲咱讲话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无？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say no， 继续接落去。阮才有一个就是奇怪的典故，就是逐遍录音机若无电了，佮切落就来唱歌。我听恁唱嘛是，我开始。你唱我要唱哪里？爱唱台语啊，凊彩啊，我袂唱啊。我迄讲啊，唱西亚市啊、庙会啊，还是啥？无你唱一个人西好啊，你要唱人西。你讲什么？你听我的小酒来，小酒店，你会晓啊？我敢用这段呢？这来宾做好 Q 的，啊，就唱这段就好啊。哦，小酒来人人西，无算啊，无算啊，这是我家己 Q 的哦，你爱家己想一条。完全难啊！哦，这般跟咱甲庙会有关系的歌。对，我看你的背景音乐都是迄妈祖迄条。你讲妈祖的囡仔吗？对啊，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迄条。对对对，我嘛会讲这段呢。无紧啊，这有版权问题，咱家使唱15秒，15秒我以来啦。唱伤神，叫侵权伊啦。袂啦，拄好因唱片公司顶个有来啦。好讲话，你讲对，再甲因讲者。好，咱拄则讲到倒位，强碰的时阵要安怎处理？系啊，就是看相性药啊。哦，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像你即马，譬如讲想要找你去翕，还是讲对，要安怎讲？算要甲你介绍是啥物？讲有啥物条件？啊？啥物活动在找你？譬如讲，因为我看你科技开工对无？开光，对，开工啊，一寡庙会老者拢有找你去，啊嘛，佮有迄啥物模型店、庙会模型店，对啊，哦，伊嘛算兴趣。趣啦，兴趣。所以模型是你的兴趣，嘿，无啊，庙会嘛是你的兴趣啊。伊基本上活动是嘛是咱有兴趣为主。哦，有兴趣。个就是讲，嘿，有人甲恁邀请，对，嘿嘿嘿，大部分是安尼啦。听众朋友啊，我就是伫咧 IG 面顶真袂见笑的解，解讲邀请，来无拜托你啦。像阮这是做有兴趣的，专工拼来台北。真诶哦，足感动诶，真诶。拄则菜头哥有讲，伊即摆已经搬去台南嘛，台南一坐车坐来到阮遮，真正是足感动诶，感动到要哭啊。没啦，我今日嘛趁袂少啊。真诶哦，系啊，趁着啥？咱趁这个经验嘛。哦，系啊。我要感谢妈祖啊！我妈祖，你对拍影片啊是讲啥？你呢？我叫你一声先拜的了。哦，无啦，咱有先摆我2、3档尔咧。我2、3档进前我16岁呢。
你毋知，因为我拢甲天主朋友讲我18岁，所以2、3年之前我16岁了，我咧读册，所以你已经是我的先辈。安尼我大你1岁。哦，你19岁，伊嘛19岁咧，你我两工会。听种朋友叫我听袂去。安尼想要就是甲你请教讲，就是因为阮知影讲恁兜有3仙神明，嘿，啊，你敢要甲大家讲一下你的故事？因为你拄则是讲你以早住伫家己新港洪天宫附近嘛。嘿，对，啊，过来你搬去台南，但是你有缘分，因为想要求代志去拜大甲嘛，所以我刚才甲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恁兜3仙神尊， 3仙神尊由来。对，譬如讲是啥物啊，安怎来的？安尼哦，这我感觉佫无伫影片内底甲大家讲。对，阮就是甲你影片全部拢看一遍啦，独家想讲哇，无这物件，我着要独家甲遮写出来。一开始阮兜第一尊是对，关圣帝君，观赏帝君，迄是迄当阵阮老爸伫台北，对有人甲有咧是在公庙啦，对会算有咧插公庙做委员啥物的，对吼伊伫遐算逐个咧开工嘛，做伙开工一尊。对啊，因为祖庙伫对，其实阮嘛毋知影，对，伊咧敢是讲就是开工安尼尔，嘿嘿，倒位的灵毋知，对，嘿，啊，甲就是即阵帝君到尾啊到我遮，吼嘛是讲4、5年前吧，嘿，是我嘛一直甲问讲咱是毋是咱个增加2尊，对互咱斗有3尊，对较老练嘛。因为迄阵嘛是咱对神有兴趣，开甲问，对啊伊嘛讲 OK， ，OK，随缘，随缘，嘿。啊，甲有一届我和阮朋友去大家进香，对，嘿，我就去看，迄落神桌顶有一排有一排全新的，专心的，嘿，迄就就是你甲你要用，下手安尼，迄就是要用结缘的，因为迄阵咱就伫遐看，对，咱就伫遐看，看看看，鸟鸟看，一直甲看，嘿，一直遐看，看了个淡薄有兴趣，愈看愈水，愈看哪里甲炸哪里那甲你下手安尼，甲跋杯一个，宝贝姐，嘿，那甲跋杯一个，哎，看有真正有咱有即个缘分无？对，啊，当然那个跋杯，大家嘛一边神杯有答应讲会使，嘿，啊，过咱嘛是爱等去厝。甲甲帝主神君嘿，清洗甲咱关公清洗者，对讲敢是安尼会使，哦或是两边遮拢会使了，互咱甲找一再来准备。会咱甲啊，请像你拄则讲的，就是你去拜拜的时阵看到，啊，像即种清神，就是看到才会使，还是讲，譬如讲，嘛会使甲因注文，注文，就是譬如讲，就问讲，我想要请一尊，啊，到就是我伫讲啥？我意思是讲，就是因为你看到有一排新的伫遐，啊，若无的时阵呢？譬如讲遐无一尊，遐无一排新的，但是我阁想要请一尊倒来阮兜的时阵，哦，迄个爱甲庙会问啊，大家迄个看当时阁有一批新的会来，哦，譬如讲庙年敢会，譬如讲固定当时有一批，也是这就爱看庙会安怎做。哦，嘿，一般咱就是若是看有变的啦，咱讲有变的，对吼，第一个大家嘛同意，对，过来咱就一尊一尊播，一尊一尊播，就是看倒一个要对你转去。嘿嘿，播到有为止安尼，啊，敢有人拢播无诶？播无就是后一批，后盖过来啦。但是伊后一批就无一定是当时。嘿，就无一定当时。啊，比如你该再甲伊，就是注文讲后一批来甲伊通知。诶，可能会使，啊，过这嘛是爱问庙的。哦，你每一间庙咧做法无共。哦，嘿，听众朋友听到，紧笔记笔起来哦。嘿嘿啊，甲咱大家嘛请倒来嘛。对啊，问是咱即马2尊尔。对嘿，啊，大家拢讲袂当2尊，对对对对要咱到第3尊。对哦，即个时候我嘛是甲阮关公阮帝君问，对讲咱这第3尊是你有要指示，还是咱共款要随缘？对，伊讲伊要指示，是哦，甲伊要指示来，咱就爱，一尊一尊问嘿，咱就真正一尊一尊问啊，你以咱知影的对。神明落去问。啊，你问迄就是排列，敢有譬如讲伊你第一个想到的，还是讲就是伊你知影的，伊我知影的，伊你知影的，所以迄当阵毋是讲有一个灵感来安尼。嘿，无咧，我以前开始就太子啊，对我就王爷，对一个问嘿，一个问，对问落来，啊，问到尾来讲，啊是咱新港的好爷，对，嗯，是杯我新新杯，是杯，就金，就是金，新港金好爷，啊，就拄好伫恁兜附近啊。哎，对，所以这大概是阮兜3尊的由来是安尼。哦，嘿啊，像我看迄新港迄金好爷，有诶头顶是纸花，有诶是像你迄种诶金金迄，嘿嘿，迄就是你请诶时阵，着看变诶是啥物，还是会使家己定。会使家己定，
会使家己订。嘿，迄阮迄是去，阮就先订一对新的，甲去甲请来。啊，迄敢有啥物名词？名头尾哦，伊迄叫做金花。金花嘿哦，阮两个迄工人家讲，因老迄有两支迄呢，啊伊讲迄是啥？我讲迄两支迄是肯定边仔咧，啊我迄啥物？我讲迄就是花，啊但是我毋知迄要叫啥花。伊迄就讲，伊较早的典故啦，对咱就嘛无方便讲伤济。对反正就是咱讲，英国就是迄个皇帝铁封，对有一个官位插金花，哦，所以你看咱先讲的好也是坐咧桌仔顶，哦，一般拢坐咧桌仔一顶。般咧，迄就讲有注意官位，对，而且伊个有迄麻迄，哦好野衫嘛。对嘿对，迄嘛是会可有可无啦。可有可无哦嘿。嘿，迄就话讲你若问伊若要穿就甲穿。哦，啊，讲有迄好野做爱水的，讲我要这，我要迄，我要迄。有啊，迄一款型一款个性。嘿，真的。啊，所以你当初是嘛是关山帝君指定了后，啊，你就去请，啊，就是去庙里请，啊，就足顺利的，一届就过。哦，迄届一届就过，啊，过无变的。无变的，嘿，我是超等3个月较等着。 3个月哦，哦，所以迄大细拢会使注明，嘿，大细你得爱问啦，嘛是爱问。爱问哦嘿，哦，阮是问就是阮三尊拢笑衫，笑啥？嘿，嘿拢笑衫。哦，嘿啊像恁兜安尼三尊，譬如讲恁迄因为香嘛有迄啊，哦，迄嘛是有分笑衫甲笑人。对啊，伊我嘛是看人啊，有的人讲神明一定爱笑人，对啊，有的人是无遮重视，对。嘿，这嘛是看人。哦，啊，我看你就是你即摆安尼算，我看你啊袂算着就是芳，不是芳，香，沉香香啦，香啦，就香啦是香遐。我做侪朋友咧算的。但是我看你目前无翕着这对无？嘿，因为讲真个，我片无写会出来，无迄个天分。哦，嘿，因拢讲偌贵拄偌贵，我片啊这着香啊，就香。咱无迄个天分。哦，无迄个天分，但是嘛无一定讲无兴趣。嘿，人讲你嘛是会听。嘿，但是讲咱点是讲人咧讲的点较天然的，安怎会对身体较袂无好啦？哦，嘿，最好健康就好。啊，讲要偌贵拄偌贵，看财力啦。哦，看财力。对啦对啦。嘿，啊，像讲你讲恁的关山帝君会定毋知倒位，啊，像你的金虎爷甲妈祖，譬如讲有啥物偌久爱登去啊，是啥物即种规定无？一般阮拢一年一届。一年一届。嘿，一般一年一届。啊，敢有啥物就是爱准备啊，是讲有啥物一定爱做的？就是照一般拜拜，因为咱是家己厝的神尔，对嘿，咱毋是供庙啥物的，对嘿，所以咱就是诚心啊，甲拜拜啊，甲跋杯，伊若讲好，当时对，哦，咱就传拜拜。因为我看你迄工有翕一个青豚对吧？哦，清炖，哦，清炖。我甲你讲，我有教即个，我有看到学台语，我有教即个，但是我特别念拢念喙怪怪。清炖，清炖就是用好野对无？迄当阵。嘿嘿，诶，但是就是一年尾甲咱年底，对，我袂记当时啊，你在当时应该是过年前上神啦，对，来讲上神迄工，嘿，迄工得让人讲无紧无奇，对，嘿，等下请落来甲切的，啊，莫真正甲洗哦，用切的就好，嘿，用刷子，嘿嘿，真撸啊正个洗那迄金漆拢落来，较浸喺水底洗泡泡的嘛，迄茶的后期嘿，吧就，是简单清清的切的，啊，迄炉莫甲叮当着好，罗麦甲叮当着。嘿，咱用卡的，毋好规个甲摕落来。哦，嘿人家讲罗迄那就是有定位嘿，对人吧？有定位，人有安好的，看时看啊，日。所以会着你迄当阵就是请当的时阵，譬如讲坐位啊，还是讲啥物摆啊，迄敢有就是特别爱请人来用，有坐位无啊？坐位无？坐位，阮坐位是无。就是阮嘛是，因为咱无较遮专业啊，嘛无想要遮高工。嗯，因为我迄个时阵就是咱请倒来，对啊甲安好好，啊对伊跋杯嘛，对，伊若有甲咱新杯，伊安尼 OK 意思就无问题。是讲伊熟悉啊就 OK。伊事实啊，安尼咱 OK 啊。啊，想要问讲就是像你翕影片到即马以来啊，因为就是像阮嘛是啊，比如讲阮咧讲台语还是啥，还是讲无细字讲着，像咱拄则讲诶，爬山诶人可能来甲阮讲，啊你翕影片到近啊，刚有拄着就是所谓的选民，就是来甲你讲。有够讲到济哦。话袂讲，你菜头粿你拄则翕即个毋对，还是讲菜头粿你即支影片啥物？但是讲毋对啊，无呢，我看骂甲偌歹听啊。那有我即马看到的伫你下骹拢是鼓励啊、趣味的啊，因遐即马较袂伫下啊无拢伫倒。骹，因为伫下骹骂伊会去其他的其他网友其他的骂倒转去。哦嘿，，咱可能拢伫别个骂，别位嘿倒位，倒转其他的所在我毋知。真的哦啊！你印象上深的敢有啥物？上深的哦，对啊，讲你安怎？可能就是讲咱毋捌假捌啊，袂扑假扑，袂靠假扑啊，嘿，啊，袂讲咱
咱去翕庙会，啥物拢毋捌，含咱去翕庙会。但是你标题就是不专业啊，伊个想要创啥？哦，这就是你说对啊，我嘛是想要甲回我来想想算了，因为伊啥物拢，伊啥无咱咧创啊。对因为咱坦白讲，咱就是翕趣味的啦。对你若要看专业的，你会当去电视台看。对，咱就是翕趣味简单安尼就就好。是一种记录的感觉咱即啦。摆按咱两个就，阮黑白边就袂使应即句啊。我讲你去电视台看，伊就讲啊，你就是电视台。我有一届就是有一个，就是譬如讲，就是现场算是做一个效果啊，我就超工甲来宾讲啊，我甲你已经无话通讲啊，时间还袂到，要安怎？结果即件代志就去互讲出来。这咱不管做啥拢做好做歹拢去互变。无要紧啊，咱就是诚心嘿，做好就好啊。啊，这足奇怪哦！一般遐人甲你咪讲啊，你啥物拢毋捌，要行翕庙会，啊要翕庙会，也毋讲我较内行的物件。对啊，今仔日你讲问的，你讲出来，啊人嘛是有话，对哦，啊你嘛有话哦。啊你嘛有话，嘛讲啊你哪会当讲安尼啊讲安尼？啊，敢有人会讲你，譬如讲像你科技是你有甲一寡物件写出来，啊有人会讲啊，你安尼甲阮内底物件讲出来啊，安尼敢嘛有即种的？有啊，啊我佫讲，迄我伫 Google 吹着的，我啊，伊即声伊就倒啊，我伫 Google 吹着。即声伊就倒，伊要变嘛无所在他咩？无啊你，我讲咱这个有个树大招风，你知道？对，真诶啊一定你会这济人咧做，你毋去骂你骂我？对。啊，你以早敢因安尼去影响着心情？一定会啊。啊，敢因为因讲啥，结果你翕着去？无啦，咱嘛是爱看，有需要咱改进的，咱嘛是吸收啦，咱嘛是尽量。嘿，有讲咱定定去人抓着人的镜头，哦，迄摄影师做袂爽的，哦，真的有影。但是大家拢想要翕家己想要来的画面啊，这是啊，有诶时阵，咱是相姐，互毋相相姐是咱是，咱是伊即间庙请来，对伊甲咱邀请来，所以咱有诶时阵咱爱顾好啊，咱嘛是爱翕好啊。对啊，一定的啊所以，咱要翕好，咱一定嘛是爱较徛较头前。先来后到再嘿来。啊，过因可能毋知影咱是庙诶请来。哦，伊就是你是家己来因为的，有诶时阵，咱袂去共讨啥物话无，对。咱就是去啊，甲迄个庙因拍下就好为我看你做。客去的，就算人请你去，你嘛袂讲爱便当还是啥，连伊摕着便当拢讲哇，我今日去趁着一个便当，伊真做客去的。没有，有时阵出去较无咧签物件，对，迄所以迄种心情，安尼出去无去食物件，等下就变散啊，一般拢等下再食。可能有一个便当啊，就囥诶啊，转来开车甲豆食。哦，啊，无就是讲休困时间真正足长诶，安尼无创啊，就伫边仔猛食。哦，啊，像你安尼翕了，等来加爱偌久？加哦，对啊加可能若较好一工应该就起来。一工就起来。嘿，较好比如讲我加今日去翕，明仔载就会当加好啊。嘿，哦，上紧诶话啦，较简单诶。啊，若有诶较久诶，较久诶，因为较久诶，就是迄落咱废话讲上济，嘿，然后咱迄落字啊拍足久诶。你感觉拄过就是，比如讲你加哦，系啊，线啊，然后加袂落去的，感对啊，觉就是休困先加别人。哦，先加别项，嘿所以其实你是轮足侪支的伫咧加，系啊系啊，袂讲就是比如讲固定加啥物。袂，啊，你即摆团队敢若你一个，嘿我一个，所以就是你会当一个是袂歹，那敢咧？一个是袂歹。我看你袂歹啊。哦，无咱一个较自由啦。哦，一个人较自较自由对由嘿。哦，这下过敢结婚了？有啊，我一个你头小朋友啊都毋是我讲我结婚时间，我咧创啥？我会记你迄届要去白沙屯报名的时阵，恁太太有伫边啊，对无？有啊，对无？你翕的时阵，恁太太有边啊？诶，哦，啊以后囡仔敢有可能会？带囡仔做伙去，因为你迄防疫的时阵，你毋是有做一个迄八爷的迄抓伤啊人？吼，伊讲迄个时阵迄嘿，迄个时阵讲逐个迄个迄个什物疫疫情啊情防疫疫情，迄疫情的关系啦，逐个对啊无得出去啊，对啊，逐个伫厝内无代志做，对，我迄当阵本来想讲，你拍迄片的时阵，恁囡仔会甲你出来做伙跳哦，迄囡仔还袂出来，啊，以后敢有考虑就是带囡仔做伙去，这要看伊的兴趣，看伊的兴趣嘿哦，嘛对啊，这嘛是要做开看伊的兴趣放的呢嘿。我都要问啥？还要我今日是安怎？不要跟这种咱加掉，这会使加掉这毋是很重诶，每一讲就是安尼，讲的啊，就是算是因为其实阮的 NG 嘛会使加入去，就是因为那是趣味。阮的节目就是定伫咧，就是开讲，对，但是就是用台语开讲，啊，嘿啊大家就是会当拿学台语安尼，因为讲真，即马少年囡仔较袂晓讲台语。啊，有迄当阵就是嘛有人讲，阮讲伤紧，阮讲伤无聊，啊嘛有人讲，因为
阮白边就是伊讲话，就是伊有一个大佬，啊，佮有人嘛会讲阮两个啥物无默契的台语怎讲？你即嘛是咧 complain 的，无啦，不过台语足奇怪，咱讲台语拢会自然变足紧的。我变足紧，但是有的人足慢的。哦，有的人可能较袂晓讲吧。我讲台语的时阵拢是安尼夹讲夹讲夹我讲台语嘛会变足紧。阮阿妈人讲哦，听你伫遐夹夹叫夹夹叫。我迄讲讲我夹夹叫，啊，阮有迄听众就讲，白边听起来是一个妹啊，啊迄黑边听起来就是讲话就是较像姐姐。我甲伊讲，我自名就开始，我哪要安尼讲话？大家好，我是黑边乱来。阮的主题就是较开放啊，因为我知影讲你即摆有就是有伫做你的迄家己的帽啊。嘿，阮无咧卖啦。敢有想要卖？我想要爱呢。我目前刚看到诶，好前是爱做高嘴的呢。目前是无想要卖。真的哦，神哦，啊，神哦。因为我也是考虑着暂时啦，咱讲暂时暂时，卖遮商业啦，卖遮商业啊。哦，是你家己心内也是？你我家己心内。哦，嘿嘿，咱卖红讲咱硬要谈啊，怎哦无得甲你问看卖啊。因为像我看有一寡就是有一寡 YouTuber， 因就是有诶，就是开始做了，因家己变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了后，因就去开发迄所在较好诶商品。啊，像有一寡人，像你这，譬如讲，就是阮做介意你诶，阮嘛有可能，阮嘛想要，就是滴迄个帽仔伫咧路年，咱家己烧人啊。哦，啊无出一领衫。对啊，出一领衫安尼啊，有即种未来敢有考虑？未来啦，等我较用诶时阵。所以你平常时啊，伫你影片内底看到装备都是你个人诶，迄拢是我个人，所以无伫卖。无咧卖。我迄顶无我较两顶尔，哦，是一顶较垃圾诶，较好定做一顶。两顶开板足贵诶呢。啊，无啥，反正就一顶尔。赤手诶开板就是一个班费啊。系啊。所以你看赤手开板是一个班费，啊，你若做100顶嘛是迄个班费变做100顶，啊，你做两顶就干。嘿啊，你会当做较济顶诶啊。对啊。这个大概找用伫新诶。对，无啦，你会当办迄种抽奖诶抽奖活动啊，譬如讲就是，咱吸引大家我来去抽啊，我去抽啊，到时阵去来抽一个呢，逼我呢，啊，无咱黑白白嘛来做者，无啦，咱人遐少着，无人要买，我感觉伊会靠。17万，会使啦，未来看卖啦，未来看卖。真诶哦，好，安尼听起来，你就是台湾诶四界走，拢是去参加遮庙会活动，敢有啥物所在你还未去过？你就想要去诶，也未去过哦。对，台湾。哦，咱先讲本岛啊。本岛可嘿对。台东花莲迄边我未去过。台东花莲未去，是因为较远诶关系。嘿，因为较远诶关系。啊，嘛是有人甲你邀请。嘛是有人邀请。哦。因为迄时阵咱考虑着爱上班啦。对。嘿嘿。啊，即摆免上班啊？即摆个咧放假。即摆个咧放假。斜杠。个咧放假。是哦。诶。是安那？啊，就囡仔。哦。诶。育婴假，囡仔骨较细，摇婴仔假，摇婴仔假。所以未来会当去花莲台东，哦，甲就是咱外岛，外岛，咱去过小琉球，咱去过平湖，嘿，过来就是咱做咱金门妈祖，哦，金门妈祖迄边敢有甲你邀请？啊有邀请着。金门遐是讲的迄落迎成风，嘿迎成风，啊妈祖迄边伊迄落白马尊龙。白马尊龙，嘿，啊，白马尊龙伊迄种伫，敢若伫过年迄阵啊，元宵迄阵啊，伊遐有一个，伊嘛有一个庙会。哦。嘿，这是算外岛。不过我会记迄妈祖就是爱看天气，啊无伊就是就歹过去的，我是安尼听讲的。哇，真坐飞轮机咧？哦，坐飞轮机就好。坐飞轮机影响。你是在讲的妈祖是马祖？系啊，妈祖啊，金门妈祖迄个妈祖。系啊，妈祖对啊。我想讲妈祖做歹过去，妈祖就神啊，你是迄个妈祖好无？讲好啊无？系啦，真系啊，拢是叫妈祖啊。对啦，妈祖的妈祖。真坐飞轮机应该还可以使啦。哦，因为听讲迄天气敢若定定迄大雾呢。哦，定定大雾。哦。我真正个毋捌去过。我会记，就是去妈祖爱靠运气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我偷偷甲大家讲，是最近有咧规划要去妈祖啊。最近哦，听这种朋友啊，你看阮这就是独家再独家新的消息，独家再独家。去啊行行咧，咧，哦，袂歹呢。啊，想要问讲，拄则讲到恁囡仔出世，伊敢有互倒一尊新名做客囝？
目前无呢，无真无呀，我就是你会接到感应甲指示讲，无我都无感应的人，但是你听起来应该囡仔应该足乖哦。足乖的哦。恁兜有3尊安尼。哦，咱出门在外拢爱讲家己囡仔乖。哦，嘛是啦，嘛是啦，像我嘛袂讲阮黑白白做歹的啊，阮会嘛讲阮感情做好的啊。较早是有咧拍算啦，讲要互囡仔哈，甲厝诶神就好啊，咱讲厝诶神邻者就好啊。对，啊，我有迄个想法，啊，就无做。无做。嘿，哦，啊，我嘛是顺顺大汉安尼，啊，我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啊嘿安尼平安就好啊无代志安尼啦。平安无代志啊，因为我听讲就是像有诶啥物人妈祖做客囝啊，就是身体无好诶啊，嘿啊还是讲啥物歹带啊，歹穿歹困诶，就是找关圣帝公做客囝啊。嘿啊嘿啊对啊，阮遐就是像阮姐姐，就是去行白沙屯迄个，又搁是伊直讲着伊，伊嘛是神庙诶客囝，因为伊细汉时阵就是伊定定哭哭咧喎，伊规个面会反乌，无法度喘气。哦，迄就是哭到做就哭到足忝的啊！但是伊就是无米呆的安尼，结果尾啊真正就是去找神明做客囝了后，就较好啊。啊嘛是会哭，嘛是会哭，但是就袂哭到就是袂喘气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嘛感觉讲就是足神奇的，对对对。啊，像伊即摆去白沙屯，伊旧年去白沙屯嘛安尼啊。我录了等下要甲讲，菜头粿有来，来甲伊电一下讲，菜头粿有来。今年看白沙屯看落的，我都小拄着的。对，你大家嘛已经报名。哎，啊，白沙屯即个5月份，两个都有小就可无冲突啊对啊，嘿让一点时放啊间，所以你嘿两个讲会去。嘿，咱嘛是会去体验。哦，听种朋友啊，阮搁一个独家，去体因为你影片内底要讲无讲着，着太头过的，想要做这个头一定要去粿，参加。阮黑白变可能会偷偷秘伫内底。看是大家妈一场还是白沙屯一场？对啊，这嘛会当问，就是你感觉惊大家嘛甲白沙屯嘛，两种有啥物无共款的感觉甲体验？感觉甲体验哦。嗯，对啊咱讲白沙屯啊，伊拢是骑脚踏车。无白沙屯伊到我用行的。哦，白沙屯嘿啊，因为我会记白沙屯的路线无固定，嘿所以若是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无法度对着阵的。脚踏车嘛是会使，就是你爱一直对咧伊附近。嗯，啊，咱到路口可能还先等伊者，嗯因为是毋知要我对一边。嘿对对伊会随对对，时超跑，嘿冲冲冲啊！咱白沙屯伊会有自家的时间啊，会有互大家困的时间，对啊，大家嘛就是一直行，对，嗯所以咱对白沙屯真正体力爱足够的，嗯哦因为可能是行规工的去到一个所在，可能下昼，嗯包括伊雄选一个所在要困，嗯咱靠我都休困，嗯，啊无就是一直行一直行，哦，啊，伊会安怎决定就是伊要去的方向？伊甲伊的路口，伊迄个桥板会开始咱讲踩桥，嗯伊就伫遐一直喊一直喊，一直喊一直喊，一直喊啊，决定蛇高链一直喊，对，啊，确定讲伊要冲去倒的，嘿，啊就是哦，都是就免甲随问，就是就冲出去啊。互伊家己决定安尼。对，但是有吧？我会记到路口的时阵，迄带路迄个叫啥？头旗，头旗，因会问嘛对。无头旗嘛会先大桥头前等者，哦，嘿，较定所在个，啊有诶是较主要是头旗已经行较头前啊，啊你妈祖伫遮汹涌要驶过，射过啊，就甲头旗靠转来。无你头旗无翻头诶，嗯，头旗袂当行翻头咯，啊，所以伊会射过迄边。伊爱驶别条路驶甲合伊汇合，哦嘿，伊讲头旗只敢若会当向前袂当向后，哦，所以你也变做爬去啊，毋边啊，是有一个报路的，哈，毋是有一个报路的，哦，迄是大家报尾啊，大家报尾啊，嘿，报尾啊，像报尾啊，就是一直伫上头前嘛，嘿，对无？伫上头前，嗯，哦，哦，迄报尾啊，拢坐迄乌头车，无啦。是哦，敢是，你可能伊就随驾车啦，哦，啊，两种食的，罗尼食的，敢有无共款？食拢是因路线道啊。对啊，啊，你感觉敢有啥无共款的？因为像你当阵去行，你有讲迄啊，2年一届的咖啡店哦，一年开哦，一年开2工，对啊因，为迄路线固定的啦，哦，所以所以伊就会固因定。会知影当时开始要伫遐摆档，哦，啊，嘿像迄白沙屯就无固定的。迄无固定，你着爱沿路对咧伊走，哦，嘿，所以有当时就有可能会食到迄限定美食，有诶，先去你。甲遐才有诶。你别说，等着伊就行即条路，你会知影伊大概行即条路，即条路真长，嗯，咱较有法度去想着讲，啊，咱去头前遐会当摆档，哦，啊，无就是爱等伊自驾停咧要休困迄个时阵，对，咱较有法度出来摆。
啊，你敢有伫咧即过程当中食着啥物足特别的？你感觉讲哇，那哦，真诶，伊你看连影片讲，有来这比较，会在拍广告，有冰咧，有冰淇淋，有冰淇淋，然后过来伊就搁看看我讲，伊有加薪的，我看就想要参加。有诶，即种特别的，会当讲逐年无一定，无一定，看信徒传啥，看信徒传啥。所以你印象上深的是啥？印象深的是，咱前3工去行神港是拢食素的嘛，你食素的就，你变化就较还好。对。啊，咱若要回程的时阵，迄开车啊，开车会当食肉。对。迄有的时阵，啥物咸沙西米就出来。哦，沙西米，啊厉害哦，沙西米。阮两个咧看影片咧做功课的时阵啊，阮两个一直讲食的，啊边个同事讲恁到底是要做3月小妈祖，还是3月食袂停啊？嘛是趣味呢。安尼，过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啊，想要问讲就是蔡头粿，你最近敢有啥物过来的活动？拄则已经独家嘛，对无？要去妈祖。要去妈祖，金门马祖的迄个妈祖，要去妈祖啊！金门以后有机会，啊，过来台东甲花莲嘛，拢在安排啊。嘿，哦，啊，敢有其他过来你刷落来知影的活动？刷落来知影哦，过来咱知影的是上帝公司。上帝公司，这上帝公香旗。对。哦，这咱嘛是爱去，嘛是有活动去翕，啊，过来妈祖生。因为咱影片播出的时间应该就是清明迄礼拜4月7日，系咱2集安尼顶下2集安尼，哦，对，所以你这种咖喱鱼吗？这个啊，这我会咖喱鱼，我会甲人讲，就是这2集啊，所以譬如讲，你就是当甲大家讲，你过来4月份的活动啊，4月份的活动啊，对，咱除了这个啊，这嘛是好来个透露者，个透露者，独家再来啊，朋友啦。朋友呀，嘿，伊朋友要花火节啊，嘿，伊咧花火节进前有一个彩街，彩街，嘿，啊，因为因当地迄个因的舞桥会，因的朋友的舞桥足特别的，是啊，会喷火、放音乐，啊个会迄个声光效果呢，哦，几啊10间庙联合起来，要来出这花火节头前，嘿，也算开幕式哦，啊，我是中才要去的，听众朋友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蔡头粿4月初要去的，湖边6月份，我一般拢无咧星空行程的，我听我袂讲啊，我今仔日拢家己讲出来，对，阮独家再独家，我欢喜到要哭，可能会去啦，可能，无紧啊，促销无去就无法度啊，无紧促销无人知啊，咱嘛是爱看天气，看一寡就是看天的安排啦，看天对啊，随缘啦。好啊，到时阵大家若拄着你，拢会当甲你拍招呼。嘿，啊，过来吼，就是咱今仔日讲的，若甲你观众即个想法有淡薄仔出入，咱多多包涵。多包涵，咱讲，咱无一定是专业的，因为咱家是分享。听众朋友啊，阮虽然讲定期伫咧教育，但是阮是教育语言学习内底迄个台语开讲的节目啊，请大家毋通用足悬的标准来甲阮。有啦，像一寡。我今天拄则伫咧甲你开讲的过程当中，我今天感觉像你看菜街，你会当教菜鸡，啊，佫有一寡，譬如讲开机、下马、落马、下马、一寡就是我感觉即寡思虑真正会使，我感觉你会使出一集。我认为你会当考虑看卖。全台语。毋是全台语嘛会使，是讲譬如讲你就是你行一个仪式的时阵，你就会使你讲华语的时阵，你就会使佫。念一遍伊的台语。好啊，好啊。对，我感觉安尼就是大家会当知，啊，一寡像科技，你看咱科技，咱咧讲咱知影科技，啊，有一寡人可能科技是啥物？对，嘿，就需要改水一下。对啊，我感觉我这嘛是一种因为一寡少年人，有的人，我之前捌听过，有的人就是因为因听无，所以因去干那会伫遐远远啊看，伊讲伊看无嘛听无，所以感觉是看热热，真的是看热热。但是有的人想要去了解，啊，佮惊讲就是伊袂晓讲，还是讲毋知要拄倒开始。我感觉你的频道，你的频道，就足适合的，真的，因为足活近的啊，足活近的，足亲切。蔡头粿本人真足亲切的，听都没有甲你讲一个足犀利的代志，因为阮拄则，阮原本伫咧准备的时阵就想讲，
奇怪，时间要到，菜头粿呢袂来，我伫咧等啊，看手机啊，想讲奈拢无啦。结果向阮同事走来讲，恁今日要录 podcast 是无？我讲嘿，伊讲来宾已经来啊，徛哩。阮本来要去1楼接伊，结果已经走出来伫阮办公室门口，真正是错一条，真正是歹势。有啦，因为阮的个性歹势，阮的个性真正较无想要麻烦人啦。但是我当做时间甲你讲5楼。无咧，我楼骹问迄个警卫啊。哦。有台语台对，有诶，有遐去。听众朋友听出来，听到咱知影咱伫5楼。啊，你敢有收过啥物？就是买奖的礼物？我基本上阮有讲好诶，对，就是阮无要收礼物。无要收礼物，啊，但是请你啉凉的应该会使吧？尽量卖，尽量卖哦。阮手都无用诶。哦。所以其实嘛要甲听众朋友呼吁讲，若是伫咧外口拄着你，就是耶嗨翕一个相就好啊，啊，就是卖饲阮食物件啊，阮嘿体重淡薄仔负担啊。别啦，拍一个好就做欢喜，做欢喜哦。好啊，就是回去订阅、按赞、起赞、点关，就是对因来讲就是一种支持啊。啊嘛是爱伊大家，就是伊做工课的时阵为优先。哦，今日真欢喜邀请你来，我感觉这2集会足精彩的。到时阵听众朋友一定顶一集阮甲加掉。中嘛，无爱甲因讲啥，就甲伊直接甲加掉，直接断啊，直接断的，断去了。然后没有讲，那会断你家，啊，那会弄安尼，甲因声，互因后礼拜就是一定爱来听安尼，就想要听安尼。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听众朋友啊，恁就是互阮声来的人。好，做收尾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教们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，耶！辛苦，水哦水哦。拢去过啊？无金门妈祖啊。哦，金门哦问伊倒位还未去过。哦，好，问你倒位还未去过，会当讲5分钟，啊，工商服务你5分钟。咱结尾是毋是爱见2届啊？嘛是吼。我见咱直接加掉，咱就是爱特别的加掉。伊就是关公的客囝，关系也是关公还要死啊！干我们只有加掉。